转！我来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！去！我来！可爱妹，你怎么都不跟我们一起玩啊？对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其实我是在担心这一次的家族旅游啦。哦，家族旅游很棒啊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对啊，你们家族旅游要去哪里玩？我们要去日本玩。日本哦，是一个很不错的国家哦。不错是不错啦，可是我担心坐火车会头晕，坐飞机会很危险呢。所以你刚刚的烦恼是要坐复查或者是比航机？复查比航机，没错。复查也就是轻枪火车的意思，比航机就是飞机。复查比航机，换你们一起念一遍哦。火车复查，复查飞机比航机，比航机。懂吼！可爱妹，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太多啦，不管是坐复查或者是比航机，其实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，很棒啊。或是啊，你可以吃一些晕机药，坐上比航机睡下就到了。听起来好像不错哎。不过博士，我有一个问题哦，比航机到底是怎么在天上飞的？这个比航机，3加3等于6。老师，我有一个疑问。这位同学非常好哦，有问题就要勇敢发问。来，请说，你有什么问题呀？就是为什么鸟可以飞嘞？鸟？我知道，鸟有翅膀啊，所以它会飞哦。鸟有翅膀，所以会飞哦。可是企鹅也有翅膀啊，为什么不能飞？因为企鹅太胖了啦，所以它飞不起来。因为企鹅它太胖喽。等等，可是飞机这么胖，怎么可以在天空上飞嘞？哦，因为，老师，为什么啊？那是因为啊，飞机它有动力，所以可以在天上飞哦。哦，老师。同学，等一下，勇于发问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但是如果要问跟数学课没有相关的问题，请等到下课再问吧。下课了，耶！飞行的关键啊，主要是气流，在机翼的下方啊，会有一个喷射器，产生气流。当上下的气流均衡的时候，飞机就会维持一个稳定的高度飞行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可是比航机真的安全吗？会不会飞一飞就咻？放心好了，坐比航机啊是很安全的。可爱妹，既然你怕坐比航机会咻，坐复查又怕会晕车，那你就待在家里，哪里都不要去，最安全啊！不好吧，我还是想要跟家人一起去玩呢。不然啊，你选择坐船好了，现在都有那种游轮，很舒服的。那会不会遇到暴风雨，还是大海啸，或者是鲨鱼掏出来？那怎么办呢？我觉得你还是在公园骑脚踏车就好。